ye hai nga sa yi shi ye ni cha mi mang bu shi bu ji nga ga bu che che nga ngo ne ga bu shi na chung我呢生命来改变的就查实开始呢mi mang bu真这样搞不起的去年上么送你mi mang bu等你我自信差不起来都等你那么样不多等你是你他家那是等你自信些的年前呢差不现在我搞的俺家人家拜托了我那俺家人们先别是那同没着俺家是不是人说今天嘞看到叔叔如果这些这些你这切开的切的看到这个的什么开始呢切没切了看到7零度什么你俺家人们嘞看到这切他们是切的开始不的什么等你这些的什么搞不对呢俺的下半年我给写完吧天天丢的或者糖果的没什么就是来民度这里没出去的你丢的哪呢等你俺糖果到写俺家人把或者就是老婆或者打桌钱现在嘞没说那些同样出民度天天他都没忙不俺自信差不多都是其实年前的叔叔看到这钱他是钱的呀最啥呢等你他个那边这个的生意你最新节的糖果叔叔了越南面的看到有多好钱去呢等你人心去越南那么团结也会有的生意天天他们俺年都团队什么什么俺那时候说开始呢8点的看差不多太多吧知道年冬嘛你们可能要买的那嘞等这个都把刚刚都贴起来看到见面都看到他都是上当什么你什么就是那都开始呢俺那那嘞看到如果钱去不吧等你看到可多点也不是那穷生意等你可对那嘞俺家人那嘞其实让吃当的了农村面的你让看到吃的吃个生意最新的糖果的是让个抽的那嘞这里你压力做的生意你其实起码人家你是你的产品呢等你俺的开始能信息了两个民度开始呢也给做生意那嘞他都俺家到处浪吧俺都是搞不起来穷你你忙不顶着搞不起我呢是哪里搞不起来穷你头家哪时间人家了